了，哦，是吗？你给他了。哦，没有了。刚刚排带钟的，刚刚的排带钟排了2-3秒钟。这星期六应该调个9.4分吧。这星期六嘛，星期六可以调晚一点，晚一点点嘛。
那曲周跑哪儿去了？曲周拉特没来，跑不在了。结束了。下班了，下班了，下班了。数一下，快快点！现在才开了几分钟啊？70分钟，还有70分钟。我一来就下班了。你每次本来也不想来这跳的，他也不想来，你本来也不想跳的。他回来，今天回来的。我今天把东西把衣裳给他拿走。来的了，他们自己不是有营销买一个嘛，100块钱，200块钱，是不是？我来就来，这啥子？这9点钟就那个了，就行了。9点过几会儿就行了。要不然？这个上面说的是新疆的，什么时候一会儿出来？是不是？没有什么。我加馍。等一下，我把那个，我给吴江馍那个珍珍的，跟珍珍。等一下。感谢。谢谢了。等一下我把那个。给这个，我不知道。今天拍吗？拍什么？随便随时可以啊，我等会儿有时间就拍嘛，没时间就算了吧。在这儿。喂，这儿，苏先生的。谢谢。那个玲玲呢？丽丽吗？我给他。丽丽吗？玲玲的，不玲玲。阿莫。我把了一个。玲玲的，还有一个就是，还有几个没来，还有3个没来，还有3个，几个没送出去。啊，好嘞，没事，好。你昨天在上山头上。啊，对呀。咋个拍到了？拍到啊，拍2倍就拍到了。那个它的效果是不是跟你样呀？说你肯定不一样噻，你收音都收不到啊，收音收不到。对啊，而且你拍的是大的从上面。对啊。你不能这样子拍嘛，你只能这样。耍的不成。哎，这姐姐在哪里去了？哎呦，你个姐姐。小妹。他几天拍一次，他就可以早点来一样的票，我没来不老么早了嘛。
你昨天说你起不进来，我昨天还不是起进。你昨天没来吗？老李？来了呀，我在3楼，在对面3楼。我起进，我还不是起进。